来看桃园航空城征收的头一批安置的土地，今仔进行点交。也毋过，因为征收户认为讲公共设施还未完成，所以要求政府点交土地，嘛要保证土地甲公设的完整性。现场毛议员在抗议哦，所以场面是真紧张。今天是没法去点交的，反对点交，反对点交。现场哪力议员带头大声喊反对点交，航空城征收头一批安置土地进行点交所有权人，现场气氛密切紧张。你们当初跟我们讲是15米道路，不包括人行道，不包括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的期待是安尼，来一看人变安尼。征收户真生气，公共设施还未完成，连大型的15米道路拢救水存6.2米左右，也要求政府点交土地，需要担保点交了后土地甲公设的完整性。像安置家乡土地下面的屯土方，袂当是5年因建废弃物等等。都市计划的设计，它15米，它就应该有人行道，应该有侧沟这个部分，这个是有法规的规定哈。民航局表示，按照都市计划、道路规划有法规规定，机场园区、定点区安置家乡工程，委办予桃园市政府处理，大约有2000户，会分配点交，也会全力协助民众需求。大家做期待这个航空城的发展，做了需要大，结果呢，今仔是这个这样啊细道路，叫民众要点交，民众拒绝点交，没办法接受。阮即摆10月13。我们去行政院控证，我们号称上千人上行政院，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。议员表示，人民是无辜的，是弱势受害者。10月13上报行政院抗议，要予全国人民知影，航空城是一大骗术，无像前市长郑文灿讲的是上大优惠，要求中央地方共同负起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